我们都说中国表有一颗中国心，但这只表很特别，它还有一张中国脸。对了，它就是制表品牌法拉苏蒂和钟表媒体石季堂联名推出的88只限量表。那么在香港钟表展国潮展位这么一个特殊的位置，我也将把这只表交付给展位的主理人孙大伟先生，让88只的第1号码来给到位于裕华百货的中华国表店，让我们的对于中国时辰表的爱好者第一时间能够在香港欣赏到，来纪念我们中国计时的文化制度源远流长。謝謝上尉老師，謝謝David，很漂亮的1號，好，Number one， shooting， 對，也很好啊。就嚟同大家分享下呢一隻好有話題性嘅國產手錶之一，就係華夏時辰錶啦。咁可以話佢係將中國嘅古老智慧同現代嘅製錶工藝咧，完美咁結合出嚟嘅一個傑作。咁啊，除咗有一個中國心之外咧，佢更加係由內至外滲透出濃濃中國文化嘅 DNA。咁仲要係限量版得88隻。我講緊嘅就係呢一款與中國手錶品牌嘅法拉蘇蒂同國內鐘錶媒體嘅時計堂聯成推出嘅呢一款華夏時辰錶，咁而每一隻咧都係有限量版號碼。咁喺介紹手錶之前呢，就一定要同大家隆重咁介紹呢一位人物。咁佢就係時計堂創辦人，究竟係咩來頭呢？咁其實喺中國嘅鐘錶界裏邊咧，真係臥虎藏龍。佢就係一位低調嘅風雲人物，名呢就係叫做常偉先生。職業身份就係中國嘅知名度鐘錶嘅收藏家、研究者，而都係鐘錶文化推廣者同埋作家。中國鐘錶協會 China Watch and Clock 嘅 Association 專家委員，更加係 GPSG 嘅評審員。咁而時計堂嘅常偉先生就係鐘錶文化推廣機構嘅創辦人。嚟到專業嘅背景，常偉先生長期致力於中國及世界嘅鐘錶歷史、技術同埋文化嘅研究，咁尤其係專注於中國鐘錶業嘅發展，咁參與咗好多唔同鐘錶文化嘅展覽、講座同埋學術嘅活動，推動咗公眾對鐘錶藝術嘅認知，咁而著有多個鐘錶相關嘅書籍同埋文章，咁係鐘錶媒體同埋週刊嘅專欄作者。而常偉先生主要嘅著作就係《中國與鐘錶》，探討中國鐘錶發展史、名錶名鑑、鐘錶鑑賞指南、其他嘅鐘錶文化相關文章與評論。咁而常偉先生亦都經常被邀請去鐘錶展覽、拍賣會、學術論壇等文化嘅活動。咁而通過咗時計堂平台組織嘅鐘錶愛好者交流咧，鐘錶文化講座同埋呢一個培訓嘅課程。咁喺好多媒體嘅平台裏邊咧，亦都分享咗好多關於鐘錶嘅知識，普及咗鐘錶嘅文化。而常偉先生嘅影響力被稱之為中國鐘錶文化傳播嘅重要人物之一。咁尤其是喺傳統鐘錶歷史同埋現代嘅鐘錶鑑賞領域裏邊咧，亦都非常之有權威。咁而常偉先生處事係非常之低調，咁而公開嘅生活信息咧都係比較少，公眾形象咧主要都係集中於喺呢一個專業嘅領域。如果係要進一步咁去了解佢嘅觀點同埋作品嘅話咧，咁可以查閱翻佢嘅著作，或者係關注翻鐘錶文化類型嘅平台相關嘅內容咧，咁都會留意到佢噶啦。咁而佢嘅微信影音號咧就可以搜尋翻呢一個鐘錶時計堂，就可以揾到佢哋噶啦。好啦，風雲人物咧，我哋就介紹完畢啦。而家就嚟睇下呢一個法拉蘇蒂同埋國內鐘錶媒體時計堂連成推出嘅華夏時辰錶。最搶眼嘅就一定係呢一個12時辰嘅錶盤，咁而古人用時辰計時，傳統上面就將一日分為12個時辰，咁而每個時辰相等於現時嘅2個小時，咁並且以12地支命名。喺古時，時辰仲可以用嚟反映農作社會同埋作息嘅規律，而錶盤嘅設計就係參照咗傳統嘅羅盤，咁將時間分為12格，即係12個時辰。
最特別嘅地方就係刻度每2個鐘為1個單位，咁而呢一個設計就參照咗12時辰走時嘅方法，咁而每一格2個小時，咁而為免大家睇時間嘅時候有啲唔習慣呢，喺字裏行間加入咗呢一個羅馬數字嘅細心位，咁而喺數字之間再加入咗呢一個中國傳統嘅回文點綴，咁令到呢一個12時辰嘅標盤呢就更加有中國傳統文化嘅味道。咁除咗時辰盤之外，標盤另一個搶眼嘅位置呢，就係呢一個蛇形曲線設計嘅時分針，彎曲嘅設計加上敲南嘅工藝，就好似以前嘅古董中指針一樣，夠晒復古味。咁仲有一般呢一個限量版手錶呢，都只會喺錶底或者係錶殼嘅側面呢寫上呢一個限量號碼。咁而今次呢一款嘅手錶呢，就喺每一個錶盤嘅正面，除咗印有品牌名世紀堂嘅英文名之外呢，仲有呢一個獨一無二嘅限量版編號。而呢一隻手錶咁有中國風嘅外殼，咁當然就係用翻中國製造嘅機芯啦。咁而今次呢一款呢，咁特別嘅24小時走時方式呢，就係選用咗孔雀自動機械嘅機芯，咁就有40小時嘅動力儲存。平時時針行一圈呢，就係12小時，不過今次呢一款嘅機芯呢，行一圈就一共係24小時，咁符合咗呢一個12時辰而每2個鐘等於1個時辰嘅走時方式啦。咁而另外喺呢一個錶底呢，就做咗透底嘅設計，咁可以睇到機芯嘅打磨亦都係非常之精緻。咁仔細再睇睇喺呢個機芯入邊呢，每一層都有呢一個魚鱗紋嘅打磨，咁而自動舵上邊呢，亦都印有限量版號碼，咁而每一隻都係獨一無二。另外喺呢一個洋蔥把的嘅設計上邊呢，咁就加入咗一粒天然嘅黑瑪瑙石點綴，咁而手錶嘅直徑呢，就係37mm，厚度就係11mm，咁而法拉蘇蒂一向嘅作風呢，都係以細碼手錶為主，咁配搭翻呢一個快拆舊灰色嘅牛皮錶帶，咁真係處處都有落足心機嘅設計。嗱，以上所介紹嘅呢一款法拉蘇蒂同埋世紀堂聯成推出嘅華夏時辰錶呢，就只得限量版88隻。咁我哋國潮呢，就為大家爭取到啦呢一個限量版，咁啊俾大家呢，就優先預訂。之後呢，就嚟講下個人嘅分享同埋建議。咁如果喺呢一個錶盤裏邊呢，加入咗呢一個夜光塗層，或者係成個手錶嘅時辰刻度裏邊呢，加入呢一個塗層喺視覺上邊呢，可能就會再加分啦。咁啊，再細心咁留意一下，剛才亦都冇提過嘅呢一個錶耳嘅設計。咁唔知道大家對呢一個錶耳嘅設計又加入咗乜嘢設計嘅元素喺裏邊呢？嗱，咁喺我自己本身幻想到呢，就好似喺呢一個中國嘅古建築特色嘅屋頂呢，俗稱為呢一個慈美嘅設計。咁唔知道大家又覺得係點呢？歡迎大家可以留言翻話我知。而今次嘅呢一個聯成款世紀堂呢，其實就係國內著名嘅鐘錶媒體，咁我相信有錶迷呢都應該有聽過佢嘅名嘅。嗱，咁大家可以喺呢一個微信裏邊呢搜尋翻呢一個鐘錶世紀堂，就可以揾到佢哋噶啦。咁啊，留意翻呢一個相關手錶嘅故事。最後記得 subscribe、comment、like and share。臨走之前呢，就撳翻個鐘仔，當我哋 update 最新嘅資訊嘅時候呢，你就收到最新嘅消息啦。好，又係時候同大家講再見，拜。